大家好，我係馬仔，歡迎嚟到馬仔遊樂場。今日係2025年9月30號，呢個禮拜深圳非常火爆，有好多項目都趕住喺11黃金週假期前開幕。嚟緊嘅假期，你哋會諗住去滑雪啦、行商場，定係去深圳之眼呢？咁今日深圳灣萬象城第2期要開幕啦，我哋而家就落去睇下。呢個寫住 B 松喎，落咗一層更加近見到個瀑布啊！啲瀑布聲好好聽，同埋有少少微風，好涼爽啊！我哋由呢個入口入去，瀑布後邊究竟有啲咩呢？行過去睇下先。呢個角度嘅瀑布仲靚啊！呢間商店應該係做 3D 打印嘅。一入門口就已經見到好多部 3D 打印機。咁有個位置俾人哋玩遙控車，而家就用緊容器控制緊呢部迷你嘅搬運車，有好多場景嘅喎，行過圈俾大家睇下。好，做咩？有好多人玩啊！創作者榮耀牆，俾大家睇下，佢顯示埋用咗幾多錢嘅喎，連個鉗都可以飄出嚟啊！不過試過力度就爭少少啦。影下 3D 打印機嘅價錢，最平6799左右啦。入邊就係咁樣嘅，呢一個就貴啲，最大原因應該係雙噴嘴啊。價錢俾大家參考下，小細包都可以編出嚟啊，15蚊咋。如果編對鞋出嚟咧，就56蚊啦。我摸過質地，當拖鞋都仲 OK 嘅。唔同嘅素材同質地，有好多顏色俾大家選擇。竹展迷你市集可以買嘅喎，好多嘢睇啊！開業福利啊！黑悟空，瀑布之後仲有呢啲鋪頭啊！呢間鋪頭好得意喎，成間鋪頭都係買 keyboard 嘅喎。萬象城實在太大啦！我之後試過行返地鐵站嗰邊再嚟過啦，行下去咗 A 出口喎。咁而家呢個係 A 出口嚟嘅，當 A 出口行咗出嚟咧，就去咗萬象城呢一個位置啦。咁接住我哋由呢度開始過啦。呢間麵包鋪好多人拍嘢喎。條路好靚啊！再行有喜茶同埋好利來啦，好利來都係買麵包嘅。沿住條路走去到第2期㗎啦。同埋萬象城冇特別區分第1期同第2期喎，佢冇乜指示係講俾你聽㗎。都係靠自己嘅認知可以分得出邊個係第1期同第2期。呢間鋪頭排晒隊啊！主要都係買 Hello Kitty 嘅嘢咯。
而家有開業打卡禮，大家可以留意下啦。我啱啱問咗啲鋪頭嘅店員，呢度已經係第2期嚟㗎啦。我哋而家喺 D 松嘅 B1層，前面有間奧利超市，有間超市方便好多啦。如果想買啲輕食嘅飲，都可以買啊。今日就唔特別行入去奧利超市啦，不過周圍行下。都算大間嘅。你喜歡吃的？大餅也是吃，對夠。你給我來看嘛？灣區萬象藝術季有幾間新嘅餐廳啊，影俾大家睇下。繼續行有間 Pop Mart 同埋無印良品。呢個位好有格調啊！行前啲見到 K 字出口喎，後海站嘅 K 字出口。咁係咪其實後海站嘅 K 出口最近行到嚟呢？如果搭地鐵，可以搭到嚟13號線嘅人才公園站或者後海站。其實我拍咗幾條片㗎啦，不過最後我發現呢條路係最快去到第2期嘅中心位置，就係 K2 出口啦。呢個地圖都見到 K2 出口嘅，咁轉過嚟，暫時都未有指示啊。呢個就係 K2 出口啦。直行就可以最快去到第2期嘅中心位置。已經到咗第2期嘅中心位置㗎啦。如果最正統咧，可以用返 M 出口入咗萬象城第1期先，之後先至再慢慢行去第2期。不過如果你想最快入到萬象城第2期嘅中心位置，呢個出口就可以啦。已經到咗啦。望返轉頭，佢有寫後海站嘅 K2 出口，繼續行。佢有好多位置都可以行出戶外嘅，例如水幕廣場，就可以由呢度行出去啦。出面會有其他食店，有個大水幕啊，可能夜晚着燈仲靚啊。今次佢嘅建築設計係3落5院，所以會見到好多橋咧，連住晒所有唔同嘅商場啊。AI 靈感煙花，9月30去到10月6號，18點半去到10點鐘，大家可以留意下喎。呢度就係萬象城第2期嘅服務站，好多人啊，因為今日有開業禮遇嘅禮品啊，有環保袋，仲有其他禮品，影俾大家睇下。繼續行就仲有好多名店啊，名店就唔特別睇啦。陣間如果見到有特別嘅嘢就影下咯。好多人排隊喎，做乜嘢咧？原來可以免費攞粉底啊，係 YSL 啊，微信掃碼領取明星產品試用兌換碼，一盒盒嗰啲就係啦。有興趣可以試下喎。呢3道門嘅格局有啲似大悅城啊，中庭位置又好靚啊。呢度有間咖啡店啊，呢度可以繼續行。呢度就可以上一層啦。如果再行係 A 松後海站，側邊有間阿摩手作，對面有間又係咖啡店啊。前面排晒隊喎，大長龍喎，好多人幫襯喎，價錢都唔貴。
收藏加打卡，送訂製冰箱貼啊！睇下啲食材啦，好多選擇。最後會幫你封實晒嘅喎，好衞生嘅間精品店啊！大家認唔認得呢幾隻嘢啊？喺深圳之眼見過佢哋嘅喎。如果肚餓就有一辣嘅輕食店，冬甩啊，超級碗，仲有幾間，仲可以坐喺度慢慢食啊！有漢堡包食喎，我都食翻個先，應該整緊我塊漢堡扒啦，加咗塊芝士啊！正啊，都好多料啊，完成咗啦，好靚啊！呢個係美式經典和牛漢堡，單叫，咁佢送一杯水，42蚊。個漢堡包好好食，好 juicy，鹹到適中，有牛味。如果經過一定要試下，均配，要排隊先入得去喎。係咪一啲珠寶級嘅黃金首飾？好精緻啊！神燈啊！玩完嘢可以玩個吉祥屋啊！你兔仔喎，俾咗件禮物俾佢，店員再幫佢拍片啊！B 一層呢度就可以知道晒有啲咩食啦。紅茶公司啊，裝修好靚啊！食店影咗咁多先，想上一層睇下啦。好大啊喺度，呢度都有個灣區之眼喎。我懷疑呢個灣區之眼唔係我之前拍片嘅灣區之眼，而係一間鋪頭嚟嘅。上咗幾層，行下行下，就去翻最初時嗰個地方喎。問咗接待員，剛剛指示嘅灣區之眼呢，係講緊呢一間店鋪，唔係講緊之前拍片嘅灣區之眼啊！大家要注意啊！而呢個灣區之眼係未開嘅。呢個景好靚啊！問咗萬象城1期嘅服務員，佢話如果去萬象城2期呢，首先都係去 M 出口嘅。咁佢都話係冇特別指示，都係要經過萬象城1期先至再去2期。咁剛剛我問咗佢2期喺邊啦，個2期呢，就喺呢一棟大廈嘅後邊，之後落一層就係啦。行下行下又嚟翻1期都有嘅，咁我而家要行翻2期先。
而家6點鐘，越嚟越多人啦。咁我哋而家去睇下三廊五院嘅情況啊。應該好多位都上咗條橋嘅。咁我見到有條橋可以上去喎。咁而家就由呢條橋上去先啦。上到嚟，見到深圳灣文化廣場，不過未開啊。不過唔緊要喎，我拍咗航拍啊，睇翻航拍，好靚啊！喺條橋望翻出去，見到深圳人才公園啦。另外問個管理員，呢個閘聽日會開翻嘅，就俾你哋行去呢度啦。但係深圳灣文化廣場呢，就冇咁快開啦。佢估計11月先開嘅。又見到月亮啊！前幾日先見過佢，而家又見到佢啦，又完咗喎，真係就嚟中秋節㗎啦。咁可以當呢條路暫時係個終點，因為始終聽日先再開呢條路啊嘛。咁就啱晒啦。咁我而家就由呢邊一路咁行過去睇下啲咩先，一路行啲風景好靚啊。Hermes 喎，唔知上面係咪都係佢嘅咧？呢棟大廈應該係華潤嘅總部啊，好靚啊！似乎就唔係 Hermes 噶啦，上面有間男書房啊。咁繼續行啦，呢度有見到晒所有鋪頭啊。周圍都有好多上嚟嘅位置啊！望翻轉頭又係好靚啊！繁忙嘅街道啊，6點半個天就暗咗好多啦。有啲位仲可以上嘅，上面就係其他嘅食店啦。而家深圳都有玩玉米啦，係深圳首店，可以網上預約或者現場登記。一路行到好多食店㗎。呢個位今日下晝都嚟過喎，而家夜晚見到水幕仲靚啊！影下周圍環境。今日新開幕，都好多人即刻剪片啊！個天黑得好快啊！建議大家如果呢段時間嚟呢，3點零就可以開始行啦。我之前去咗拍航拍就冇辦法啦。呢松係室內地方嚟嘅喎，咁我哋入翻去先，入翻嚟萬象城嘅一期啊！呢一層主要係運動服裝，條橋叫做深圳灣花道。我哋又繼續行啦，越夜越多人啦，行到後海匯啦，唔入後海匯啦，一路行到尾先，有個地圖影俾大家睇下。見到保利啦，同埋佢隔離咧係一個球場嚟㗎，我用航拍拍到去喎。潮流廣場，另外嗰邊似乎好多嘢食喎。來都來了啊！呢間鋪頭行極都有喎。呢度都有間馮校長老火鍋啊，仲要發晒光啊！見到海岸城啊，有好多小攤檔啊，入海岸城啦，繼續行。根據網上資料，係2公里啊！過咗海岸城仲有喎，又係發晒光啊！估計應該行晒啦，行咗落嚟。我見到書城啊，有機會我已經行到去南山書城站嗰邊喎，冇估錯，深圳書城南山城，我拍過片啊，認得啊！咁拍埋點樣去南山書城站走啊？見到書城就跟住行過去啦，跟住前少少，我放大俾大家睇下，已經見到地鐵站噶啦。京東摩我之前都拍咗啦，不過似乎冇乜大變化喎。如果大家都係跟我嘅方法行嘅話，你可以跟個方法搭地鐵離開返香港。今日都好有驚喜啊！估都估唔到。佢話我係由呢個南山書城站離開啊！如果中意條片，請幫手俾 like、share 同訂閱我頻道啦！拜拜。
多謝收睇，請幫手俾 like、訂閱同埋 share 啦。下條片再見。